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在每周三的晚上7点半，我们可以同时间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并且能够一起在安静心当中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在行主天路，这台语歌曲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感受，当我们无论在人生命当中的旷野，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能够恳求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在神的面前透过神的话语来得着我们生命的祝福跟安慰，甚至得着力量。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在行出天路，星星感动我，主赐我水啉，予我吃吗哪。我的嘴要吟诗，我的心满足，当日敬拜俄罗斯。我在行出天路，星星感动我，主赐我水啉，予我吃吗哪。我的嘴要吟诗，我的心满足，当日敬拜俄罗斯。我在行出天路，星星感动我，主赐我水啉，予我吃吗哪。我的嘴要吟诗，我的心满足，当日敬拜俄罗斯，当日敬拜俄罗斯，当日敬拜俄罗斯。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阮是上帝你的囝儿，主，阮知当阮用主你的话语，要来成做阮生命的帮助。阮要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认捌你的话语是充满上帝你的荣光甲快乐，因为你是公义、公平的上帝。感谢你，互阮伫生命中间，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享受你的话语，成做阮生命好的帮助。若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圣神啊，阮嘛需要你来引带阮，帮助阮，互阮今仔日所学习的，若是圣经对阮信仰、知识、财物的认捌，也搁较是阮心灵上上好的更新、把助的快乐。主啊，互阮的生命会当真实得到改变。主啊，帮助阮的思想，若会当成做你蒙恩的囝儿，嘛互阮每一个相信主你的人，真实成做一个信靠主，得到平安，得到盼望。互阮伫日常的生活、伫家庭、伫教会、伫社会内面，真实来活出公义、公平的信仰。主帮助阮的生命，若真实利益伫这个社会，利益伫阮的家庭，利益伫阮所相处生活的环境中，愿你真理话命的话，赏赐阮快乐，丰富阮生命的智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看圣经之前，牧师想要问大家几个问题那我不晓得我们自己有没有一个我相信在成长的路上我们都一定多少应该都有遇过，我们真正在学校里面有没有遇过那种很公平的老师有时候这个老师呢，他在班上他有人成绩不会因为有人成绩好，然后他就特别跟他关系很好，然后给他一些特别待遇。但是我相信一定有人也曾经遇过这样的问题，这样子的问题，或者是遇到这样的老师，他特别对那一些可能功课成绩好、比较有能力的学生，他会比较怎么样对他特别好。那也有人是怎么样，
也有老师他是不会偏袒的，不管什么样的学生，他总是公平对待每一个学生。而这样的老师呢，往往会比较得到更多的人的尊敬。好，那我想这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我觉得我们会不会有遇到这样子的老师，是一个非常公平的人。那在教会里面呢，我相信也有人曾经遇过，好，有曾经在教会里面也有弟兄啊，因为服事的分工啊，彼此分工的侍奉工作上而起了一些争执。那一个觉得说他自己做的比较多，有点委屈；那另外一个觉得说对方不尊重他，而情绪比较怎么样受影响。曾经有这样的教会里面的弟兄，教会的牧者呢，他也怎么样？他并没有马上偏袒哪一方，他反而是去听清楚，这个弟兄跟那一位弟兄，他们彼此之间的心声。其实牧师蛮想要提醒各位，当我们成为教会的侍奉者，或者成为教会的上帝的儿女，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是肢体嘛。那么如果是肢体，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彼此相爱。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可以透过彼此相爱的心，然后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肢体，就像肢体一样，会互相帮助。那我相信，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在家庭、在社会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我觉得自然而然就会怎么样？自然就会相处非常愉快。所以我觉得这在对于教会里面的牧者、管理者，或者是每一个小组长、长子、领袖，我觉得每一个人在家庭里面，我们都必须要学习一个重要的功课，也就是公平跟公义上面要如何做一个治理者。那我觉得这需要智慧。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一段圣经节，是大卫，他不只是一个打胜仗的君王。我们这礼拜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下，那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不仅是一个打胜仗的一个君王，他也是一个秉持公义治理以色列的一个好领袖。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大卫他治理以色列是秉持的公平秉公行义他秉公行义的来对待他们的子民。所以我相信期待我们透过今天这个主题，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学习一个属灵的领导者，属神的这个教会的管理者，无论是牧师或者是长职或者是小组长，我们并不是靠能力，能力是很重要没有错，但是我觉得我们侍奉神不单单是靠才能恩赐，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靠上帝所给我们的智慧，就是秉公行义。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节记载在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的8章第1节到第18节。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圣经节在撒母耳记下的第8章第1节到第6节。大卫以后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了，又从他们手里夺取了京城的控制权。他又击败了摩押人，使他们躺在地上，用绳子量一量，2绳长的人杀掉，1绳长的人留下来。这样摩押人就归顺大卫，向他进贡。我们把它放大一下供大家可以比较清楚可以看。以后第3节，以后大卫在幼发拉底河边哈马的途中击败了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哈大底谢。大卫夺了他1700名马兵和2万步兵，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只留下足够拉100辆车的马。大马士革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底谢，大卫就杀了22000名亚兰人。于是大卫在大马士革亚兰地
设立防营，亚兰人就归顺他，给他进贡。耶和华使大卫无论到哪里都得胜。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今天所看的这一段撒母耳记下第8章的第1节到第6节里面谈到，当大卫战胜了以色列这一些四周围的强敌，那四边有这个非利士，东边也有这个摩押，那在北边也有这个这个亚兰算是索巴，索巴也就是亚兰的意思。那以及南边的以东，那这些胜利大卫并不是为了扩张去侵略他们，而是为了要巩固国防，结束长年以来这个对以色列地区的人民的威胁。所以唯有这样子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和平。所以经文当中，你去看第6节到第14节，待会我们看到14节，这2节当中都会提到耶和华他使大卫无论到哪里都得胜。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见，这些经文在叙述的并不是要讲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会侵略人的神，也不是一个是会霸占别人的神，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只要我们在看旧约，我们要去理解，谈到倚靠神的人得来的胜利，不是靠着才能跟所看的军队，而是看神的恩典。所以你有没有经历过，我们的生命当中并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是靠神带来的突破。所以我觉得基督徒每一个信上帝的人，我们一定要去经历，我们相信神，我们也要相信上帝如何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我们如何在这世上能够突破我们眼前的困难。我们不是要说我在人的面前多行多厉害，并不是这种胜利，而是这个胜利在我们突破困难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依靠神与我们同在，而依靠神的力量跟智慧，让我们得着属天的智慧之后，去面对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我们继续看下去，在我们今天的圣经节里面第7节到第12节就好。大卫夺了哈大底谢臣仆手中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大卫又从属哈大底谢的比他和比罗他城中夺取了许多铜。哈马王托已听见大卫击败哈大底谢的全军，就打发他儿子约兰去见大卫王，问他安，为他祝福，因为他与哈大底谢常常打仗。约兰带了金银铜的器皿来，大卫王将这些器皿也献给耶和华，连同他从各国所夺来的金银，就是从亚兰、摩押、亚门人、非利士人、亚玛利人，以及从索巴王哈大底谢所得来的。大卫在言谷到这边我们看到这边就好。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见，当我们看到大卫第7节到第12节里面，大卫他从哈大底谢的臣仆那边所得到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而且还有大卫王从第7节跟第11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这些大卫王他所跟这些国家的王所产生的一些征战争当中胜利而得到的这些金银，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叫做奉献给耶和华。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每一个属上帝的领袖或者是信徒，我觉得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管理上帝国的教会的财富，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自身我们的这个叫财产的管理我们的财富管理我们会怎么做？我觉得大卫他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他没有将战争当中获得的这些大量的金银财宝占为己有，
而是把它分别为圣，奉献给耶和华。所以这些财物后来成为所罗门王最后建造圣殿的重要材料。所以大卫他明白国家的资源最终是属于神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在管理神的教会，我们除了侍奉神，我们对教会所从信徒身上，我们每一个人甘心乐意的奉献的这些金钱上面，我们是否去想说如何把这些金钱用在适当的福音的事工上面？我们是否愿意更多齐心一起来努力，把这些金钱来做更好的运用？各位弟兄姐妹，上帝赐给我们的金钱、才华、时间跟权利，都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都只是管家。但是一个公义的治理者，我们会懂得我们要如何善用资源，而且来成就上帝的心意，并不是为了要满足个人的私欲。所以我自己身为教会的牧者，我时常在想，如果这份事工我们花掉这些钱，但是没有果效的时候，我们应当要做什么样的调整？但不是说因为有这个没有果效我们就停止，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透过更多的祷告，透过这些每一个金钱的运用，我们要怎么样用在正确的位置上。所以在教会里面奉献跟财物的使用，第一个我觉得一定要透明，好，是否能够，还有第二个，我们要去想这些钱我们是否能够好好的把教会应该要发挥的功能性要把它发挥出来。而在个人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如何看待神所托付的财富呢？我们是为自己在赚钱呢，还是我所赚的钱我会把它怎么样？我会要把它某部分把它分别出来，奉献给神，而来祝福更多的人。这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圣经节到第15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第15节他讲到什么？他讲到大卫治理以色列，秉公行义待他们。这里他特别提到这个背景是整章我们今天所看第8章里面的重要的经文。大卫治理以色列，而秉公行义待他的子民。公平、公义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公平的原文mishpat 代表的是符合法律的正确判决，维护社会秩序。简单来讲教会叫做这个教会的这个法规符合，第一个一定要符合教会的法规，第二个我们任何处理教会的任何事物一定要按照符合法规，为的就是要维持教会的秩序。因为人只要觉得你不符合教会的法规，就难免容易失序。所以这是公平的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公义。公义的原文叫做tzedakah， 代表的是带有道德和伦理的意涵，也就是必须要采取正直而且仁慈的行动，而且特别要关怀那些社会的弱势群体。这才是真正两个的结合在一块，既有公平的秩序，也有公义的内在原则，这样子所建构起来一个健全而有爱有秩序的教会，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上帝的国度的治理最高原则，不只是单纯对国家领袖说的，不是只有对牧师说的，也不是只有对长职或者是对小组长说的，而是对每一个身为这个教会的团体的每一个人说的。在家庭，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对待孩子，我们是否有公平也有恩慈的心？我们在做主管，教会的主管或者是公司的主管，我们管理团队，我们是否有赏罚分明呢？我们也要关心下属，关心每一个同工。而作为小组长，我们带领组员，我们是否一视同仁呢？而且充满怜悯的心，
彼此关怀，不分贵贱。所以我们说公平它是一个骨架，好，让一切有规矩。那公义呢？公义代表的是血肉，也代表的是一种温度。为什么？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如果都是谈秩序的，其实教会都有秩序的。好，每一个人都知道来到教会该怎么样做，该怎么样读经，该怎么样敬拜神，该怎么样侍奉神，都有它的骨架，有它的规矩，我觉得都是公平的。但是教会里面的人有没有公义，那就不一定。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一定要把持着每一次敬畏神的心，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行出公义，因为公义代表的是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很重要的，它是代表是一个温度。所以如果教会有制度有规矩，但没有公义，那人与人之间真正的那种生命的温度会怎么样？会有差异哦。你会感觉到有人一个不行公义的人，可是他满口都是讲仁义道德，你会发现这个人感觉是死的。可是当你发现他是一个行公义的人，即便他是一个讲话上面他是一个行公平公义的人的时候，即使你会发现他有错误的时候，你也会懂得原谅他。可是如果有人他是什么，他没有他讲公平，他很会讲，可是他没有公义你会发现这个人怪怪的，你不会信任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带领家人或带领小组或带领一个团队，我们会不会因为关系或感情而失去了平衡？我们为了要跟他保持一个好的关系，还有感情上的关系，而我们没有应该有的公平性。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一个真正的领袖不是要讨好人，而是要按着真理来行事。虽然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但是我觉得今天的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秉公行义的大卫，他如何在他管理国家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看见生命管理的智慧。在今天的圣经节里面第16节到第18节，希鲁雅的儿子约押的做元帅，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亚希土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希莱亚做书记，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管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这里在讲什么？这里不是在单纯讲到大卫的这些子民，这些来归顺他的这些子民是领袖很厉害，不是在指这个。这里面特别在讲到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完整的内阁名单涵盖了军事、行政、宗教、司法。这表明说大卫的治理他不是独裁，而是一个有组织、有架构、有权责分明的团队。所以他懂得去授权，而且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各位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无论是牧师，无论是长子，无论是小组长，我相信每一个人只要身在其位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尽心尽力的想要去把它做好。1年、2年、3年、4年过去了，我们还是在做这个份工作，我们没有传承。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授权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一个团队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一个架构。当我们带领小组，我们要知道，我们不可能永远都在带小组，因为有一天我们会年老，有一天我们会失忆，有一天我们会觉得力量不足，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需要有人来顶替、协助、帮忙。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时常去思考，在我们的小组，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要懂得去分工。在小组里面，你不分工，什么事情都是你在做，
你没有办法让你的小组员每一个人被培养成为一个什么的一个团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没有人是全能的。一个好的管理者，可能你是一个家庭的父母亲，可能你是在公司行号一个主管，可能你是在教会某一个职分上，一定要懂得怎么样去建立团队。如果你一直埋头苦干的一直侍奉，有一天你会觉得说，牧师，我真的不想做了，我好烦哦，为什么教会都没有人可以来帮我？为什么教会都没有牧师，你为什么都没有派一个人来协助我？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每一个人懂得建立一个团队，把你的侍奉工作当作是暂时神交由你来协助，交由你来负责，但是你要有一个使命。这份工作，我在这份工作上面，我是一个 leader， 我是一个头，我必须要去求神给我智慧，帮助我，让我能够懂得清楚我所侍奉的这个岗位上，我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架构，而怎么样带领我跟我一起学习的人。我非常感谢神，在牧师在带领教会社青当中，我看到某一些同工，他一开始是不会算钱的，他觉得他的算术不好，他觉得他不知道怎么去订购便当，怎么去算钱。那最近我有一个非常深的体验，当我们懂得去授权他，然后指导他，甚至陪伴他，甚至遇到问题的时候会跟他说明。当我们愿意做一个传承的人，当我们愿意衷心的去陪伴一个人来学习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团队彼此的肢体的关系，他的能力会被提升。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所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可以从圣经节里面教导我们很重要的功课。我们来思考几个问题，在教会当中，我们应当如何在金钱上，然后在人力事物的资源分配上能够实践公义呢？很多教会容易把很多资源用在什么？可能是单纯建筑上，非常大，可是里面做工的人却很少，没有在训练。那我们也会办很多的大型活动，我也曾经办过很多活动，但是呢，真正有关心到人吗？不见得。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记载在圣经的雅各书第2章第1节到第4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既然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就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来，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说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各位弟兄姐妹，这段圣经节，雅各提醒我们，教会若偏袒有钱人，忽略穷人，我不是说不用重视不用重视有钱人，也不是而是说，当我们只偏袒有钱人，因为他们对教会他们会奉献嘛，而忽略了穷人真正的需要，而违背了基督的信仰。各位弟兄姐妹，信耶稣的人不能用外表或身份来决定对人的态度。一个公义的教会必须要公平对待、看待所有的人，而且并且要怎么样？要照顾有需要的群体。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要慢慢的让我们的生命从神的话语，从神的上帝那边得着的力量，是要让我们被装备的生命能够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你觉得你的生命可以合神的心意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神所看重这些弱势的群体，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应该要把资源、把人力、把我们所学的智慧，透过爱人，透过走出去传递好的福音，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一起来领受这份祝福的恩典。我相信
我们的教会许多的资源就不会造成浪费。另外一个问题，牧师也想要邀请各位，在我们个人方面我们个人层面方面，我们是否在关系上，是否真正活出公义的生活？各位弟兄姐妹，在家庭职场上，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是否会偏心，只顾自己的利益，而这些利益跟我都比较有关系，所以我花很多时间在这事情上面。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民迦书6章8节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什么是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各位弟兄姐妹，神的话如此的美，在教导我们。神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他喜悦的，不是宗教仪式的华丽，而是3个很重要的核心。第一个，行公义，我们公平对待人，不偏心。第二个，好怜悯，我们要用爱心去看顾那一些弱者。所以我不晓得你的家庭、你的小组，或者是你所接触的人身边里面，谁是弱者，谁是看起来他可能是心灵层面是比较软弱的，他可能是他不敢面对人上面的关系上的软弱，他可能是遇到问题他不知道怎么样有能力的来面对的。我觉得我们都要有一颗怜悯的心。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想说，哇，教会哪里怎么了，不需要，因为神的教会，神负责，神在带领。第3个，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家庭、工作上面，你最容易在哪方面会失去公平的？我们要怎么样求神帮助我们？做神的门徒，不是只会说我爱神，神爱我，而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去实践那公平、公义、怜悯、好怜悯和心存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相信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与神同行，为主做见证。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啊，你是公义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大卫的故事提醒我们，你国度的根基是公义与公平。主啊，求你再次用你圣灵的光照来光照我们的心，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在工作里面，我们是否有偏心、有偏待，甚至忽略我们身边有许多的弱者，有无法克服他们生命问题的人，而我们忽略了他们。我们时常想我们自己的需要，而忘记了上帝你已经赏赐给我们丰富的祝福。圣灵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勇敢的能够活出你教导我们生命应当有的公义的功课。我们不随波逐流，我们只愿意用神的爱，用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生命，是上帝喜悦的生命，让我们能够为主分享那好的福音跟恩典，还有爱的祝福，在我们身边所需要的人身上。恳求神帮助我们的教会成为世上的光和盐，让更多的人看见你国度的美好。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期待在每周3的晚上7点半，我们同一时间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愿你平安。